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陽光財經，我係桑尼。今日係2026年7月23號星期四，標普指數今日跌咗90.66點，跌幅0.21%。今日多空爭持好激烈，上下影線都幾長，最後收咗一支大上下影線嘅細陰燭。多頭而家處於下風，判斷多頭輸嘅主要原因就係收市喺60日平均線之下，同埋有個向下跳空缺口。60日線係7437點，標普收市7408點，收市點數比60日線低咗29點，有破位嘅跡象。向下跳空缺口都顯示空頭突然發力，多頭頂唔住。巨型整理區仲喺度，只要唔跌穿大約7250呢個位，巨型區間就係指數震盪嘅範圍。如果之後跌穿7250，冇引發一波大跌，就可以預計到。由今日走勢睇，多頭輸咗，但係勉強都仲算大趨勢平衡，就係驚再進一步失守。納斯達克指數今日跌咗553.21點，跌幅2.15%，爭高就跌穿咗三角形整理嘅下軌，跳空缺口比標普仲大，形勢有啲危險。希望聽日同後日唔好再大跌，勉強守住呢個岌岌可危嘅三角形。今日大市有幾個利淡消息，下跌嘅主要原因係布倫特油價突破咗100，七大巨頭入邊最早公布業績嘅特斯拉同谷歌雙雙爆雷，摩根大通又警告 AI 嘅邏輯發生嘅改變等等。原油又返到100元大關，而且升勢好急，有種 V 型反彈嘅感覺。消息方面，中東兩大海峽全部被封，沙特郵輪夜晚俾人襲擊。也門胡塞武裝宣布禁止沙特郵輪通過曼德海峽之後，一艘沙特郵輪恩塞利亞號喺紅海航行時遇襲着火，另一艘郵輪萊拉號都俾人打擊。布倫特原油對地緣政治因素特別敏感，今日繼續大升，已經去到每桶100蚊。原油比股票更容易受戰爭消息影響，因為係直接原因，石油價格太高或者供應受限制。上世紀70年代有石油危機可以參考，股市通常喺佢嘅局勢下會跌。而家唔同70年代，美國自己有頁岩油產能，唔太需要中東出口嘅石油，所以石油短缺引發石油危機，應該早就成為歷史。股市對油價嘅擔憂，主要係會引致通脹同埋大家嘅必需品度使多啲錢，咁剩翻落嚟嘅消費能力就會唔夠，令到消費者信心下跌，對整體經濟唔利。世界銀行今個星期都警告，持續不斷嘅戰爭會拖慢全球經濟增長速度。今日重挫股市嘅仲有谷歌同特斯拉嘅業績爆煲。谷歌嘅業績可以話係好勁，營業收入有1198億美金，同比增長24%，每股盈利9.1美金，都高過預期。每股盈利大幅增長2.9倍，主要原因係投資收益等非經常性損益。一次性嘅損益嚟自對 SpaceX 同 Anthropic 嘅投資收益，增值計入嘅利潤，但呢啲只係賬面上嘅收益，真係要變現咁先至叫袋袋平安。投資者都唔會理呢啲非經常性損益，只會喺正常經營表現係點。扣除非經常性損益之後，每股盈利係2.96美金，相比舊年第二季2.3美金嘅每股盈利，同比增長28%。咁講，谷歌係咪真係賺錢呢？梗係賺錢啦！但係今日谷歌大跌咗6點幾，感覺係人工智能行情同谷歌見底反彈以嚟，相對大市嚟講跌得最慘嘅一日。大跌嘅主要原因係資本開支計劃又加多咗150億，從上季講嘅1800到1900億，加到1950億到2050億。5間雲端巨頭每一季都會俾呢個資本開支炸個大窿。第二季谷歌嘅自由現金流變咗負數，都係投資者沽貨、股價大跌嘅原因。咁自由現金流其實係咩嚟㗎？點解大家都冇緊張呢？自由現金流就係經營活動現金流減去資本開支得出嚟嘅。公司嘅經營活動好似谷歌嘅搜尋廣告、YouTube 廣告、訂閱、租用雲端伺服器，扣除咗支出嘅經營成本之後，賺翻嚟嘅現金就係經營活動產生嘅現金流量。如果呢啲錢佢去擴大投資，
諗投資者就分唔到錢啦。好似一間麵包鋪買材料整麵包，出咗人工、鋪租等等，最後賺到10萬蚊現金，老闆可以分到咁錢，佢呢盤生意老闆梗係開心啦。但係為咗同隔離間鋪頭競爭，麵包鋪要升級設備、裝修門面，請更好嘅師傅，要使15萬蚊。佢今年老闆仲要倒貼5萬蚊，過年都唔想返鄉下啦。5間雲端大廠今次嘅財報都幾危險，佢哋繼續加大資本支出，搞到每間嘅自由現金流都開始變負數。自由現金流係上市公司可以用嚟派息同回購股票嘅錢，如果係負數，喺回購股票呢個對股價有重要支持作用嘅買盤就會減弱。要補充自由現金流有幾個渠道，但都唔係咩好事。呢幾個渠道，一係用晒賬面上嘅現金，二係發債集資揾啲錢，三係更慘，增發新股。Google 就增發新股，集資800億。Berkshire 仲買咗100億。Google 係巴菲特本人咁好嘅股票。Berkshire 喺 Able 交接之前買入 Google， 大家以為係 Able 投資啱，點知最近巴菲特話係佢親自決定買入 Google。Google 嘅資本開支其實唔係今日先提出，哈哈，巴菲特買入之前已經有呢個問題，而且增發股票就係為咗買算力。可見股神其實唔覺得 Google 買算力有咩問題。喺今日 Google 大跌，自由現金流轉負，呢個意思就係雲端巨頭未來喺資本開支方面嘅增長，總有一日會放慢。如果雲端巨頭唔加大資本開支，上游嘅硬件廠商業績增長就會放慢，佢就會令美股重磅板塊全面回調。如果雲端巨頭繼續加大支出，佢自己就會俾市場拋售，股價大跌。所以你見到而家嘅市都幾分裂。一方面希望雲端巨頭加大支出，等半導體可以繼續升，咁大市都可以繼續升，但另一方面又覺得雲端巨頭使咁多錢，未必真係賺到更多錢，所以要沽貨。既然覺得投資數據中心嘅買家有風險，難以持續，咁點解又睇好數據中心賣家，炒高半導體呢？如果雲端巨頭都唔掂，仲有邊個有錢可以令半導體產業鏈繼續高速增長呢？所以今次財報季佢哋都幾多地雷。最早出財報嘅 Google 加咗150億預算，就開咗新一輪軍備競賽。跟住落嚟，微軟、Meta、亞馬遜嗰啲都好大機會會調高 Capex 預算。佢係咪下個星期之後，雲端巨頭仲有幾個地雷要爆呢？微軟係咪下個禮拜又要爆雷？佢個機會都幾高喎，市場唔會理雲業務增長有80%，亦都唔會理淨利潤同營收都係雙位數增長。只要你夠膽加資本開支，就即刻沽貨。摩根大通警告話，晶片強勢，但係雲端巨頭下跌，呢個格局有機會係大規模崩盤嘅前兆。今日爆得更勁嘅就係特斯拉，一日之內狂跌咗14.52%。特斯拉暴跌嘅原因係公司賺錢能力減弱，但係又要使250億出嚟，散戶大軍驚到四圍走，搞到嚴重踩踏。營業收入雖然有增長，但好多指標都亮紅燈，基本面嘅美股巨頭入邊都算係比較落後。第二季一共交咗48.01萬架車，同比增長25%，直接將總營收拉高到282.3億，同比增長26%。儲能同能源呢啲第二增長曲線都幾有力，做到31.39億美元，增長咗13%。但係毛利率跌到16.8%，市場競爭好激烈，電動車要讓利同搞促銷，打價格戰。另外，以前嘅補貼都慢慢退出，特斯拉嘅利潤率縮水嘅。但係以前業績唔好嗰陣，股價都照升，今次點解會大跌呢？因為錢難賺，仲要大花錢。特斯拉拎咗250億做資本開支計劃，係啦，又係嗰啲死都要使嘅資本開支。股東一見要使錢就全部走晒。第二季因為投資多，自由現金流係負10.92億，食咗好多台面現金。同微軟、Google 嗰啲雲端巨頭唔同，人哋自己賺錢快，造血能力勁，使錢就使錢，之後都可以賺翻現金。但特斯拉賺錢嘅雲端巨頭咁易，佢要使幾百億，賺翻佢嘅速度只會更慢。
但係特斯拉嘅機械人、FSD、自動駕駛同人工智能都要大額投資，唔投資邊有咁先進嘅武器？所以就算股價跌，特斯拉都仲會繼續加大資本開支。錢使咗落去，機械人未必真係做得出嚟，呢個就係投資最大嘅風險。股價大跌近15%，成交量又大啲，今日交易大幅增加，仲要跌穿咗趨勢線，感覺好似玩完咁。受呢兩隻股票財報爆雷影響，我個公開戶口今日變咗3年嚟最慘嘅一日，淨值大幅縮水15000，剩翻178000咋。慘唔係因為跌得多，而係大市其實佢跌咁多，反而重倉嗰兩隻股全部爆雷，相對大市就跑輸咗好多。Google 我唔係太擔心，但係特斯拉就真係有啲棘手，形態破位。馬斯克嘅光環分藏俾 SpaceX 同特斯拉兩間公司，大家都照唔起，兩隻都跌極都未停，仲有傳聞話佢哋要合併。如果呢兩間真係合併，錢只會更加唔夠用，會更加緊張。一間要大筆錢上太空，另一間又要大筆錢研究機械人個腦，兩間都唔係賺錢造血，能力強嘅，大家都係難兄難弟，合埋一齊有咩用啊？市場傳聞話佢哋合併機會有90%，呢個機率根本就係無中生有啦。如果繼續咁跌落去，3年幾嘅努力就白費晒。今日 AMD 搞咗個 AI 大會，蘇媽喺大會上做嘅主題演講。蘇媽指出，到2030年，全球 AI 加速晶片市場會去到14000億美金，傳統 CPU 市場都會增長到2200億美金。AI 晶片會係未來10年最有保證嘅超級投資主線。AI 由訓練轉向推理，去到智能體時代， CPU 同 GPU 一定要夾埋一齊用，而市場上同時有呢兩樣嘢，淨係得 AMD。蘇媽嘅講話其實佢哋新意，股價跟住大市跌，收市後升咗2點幾，主要都係因為英特爾財報做好帶動。同樣都係出財報，英特爾出完之後大升咗9%，股市對半導體嘅偏好都一如以往咁強。英特爾發佈咗遠超預期嘅第二季財報，仲俾咗樂觀咗第三季業績指引。多得人工智能帶動嘅運算力需求急升，喺第二季營收同比大升咗25%，去到161.3億，調整後每股盈利有42美仙。數據中心同人工智能部門加埋客戶端運算業務都見到強勁增長。硬件股而家都冇咩資本開支風險，即使有都會被視為利好消息。好似儲存股有擴大產能嘅需求，咁訂單又唔會少，產能提升，營收自然會增長。所以同一樣嘅資本開支，對雲端巨頭嚟講係利淡，但對半導體就係利好。佢喺今個財報季又係硬件升，軟件同雲端就有啲危險嘅季度。好啦，今日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